伫咧将近160年前，有一群人为海外来到台湾，点点付出因的青春甲人生，对台湾的现代化有真大的贡献。这160年来，犹原有一批接一批为海外来到台湾的人，因将台湾当作是家己的故乡来建设，因就是基督教的宣教师。你以前有葡萄，今仔日拄好卖掉，今仔拄好卖掉，嘿，会使看一寡册啊，嘿，你爱中文的以前不是台湾，你以前有台这台语嘿。一寡白皮肤、金头毛的宣教师，因抱着对宗教的热情，来到青云的台湾，头一件代志就是学台语。宣教师因学的语言吼，北部咱知影拢是马偕牧师啦吼。伊大个所在遐拢炒河螺庄，所以真自然就拢学台语。所以这变做一个传统，宣教师来就拢学台语，是为着要适应迄个环境，嘛是为着要传道理互遮个人。唔通看因是外国人，不过因的台语可能佮讲甲比咱佮较练长。到底因是安怎咧学台语咧？学台语的过程当中，又佮捌发生啥物趣味的代志咧？田中的白灵丝无欠过啥物，山顶的百合花，春天献芳味。总是全能的上帝，想思美丽真好奇。土地上花嘅假实，献出听动的根基。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豪，欢迎收看这集的《这是台湾款》。我头拄只唱这台语歌来这俄罗上帝。要讲到这台语这部分呢，其实甲跟台湾的教会有真深的牵连。其中呢，伫咧教会当中呢，有一个教会的罗马拼音系统。听讲这个系统呢，甲迄当时真侪外国的宣教师来到台湾呢，为着要来传教，所来流传的一个系统。今日邀请到2位专家来到咱现场，要来开讲。究竟讲这个文化是安怎甲伊流传落来的？头起先，咱来欢迎就是咱的张德霖牧师。张牧师你好，你好。第2位要来邀请的是来到咱台湾宣教真侪年的 Caris， 欢迎 Caris。大家好。我想要来请教就是咱的 Caris 啊，你来到台湾遐尼侪年啊。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讲，你当初是恁要来到台湾的宣教的时阵，你为什么选择台湾？是你迄时阵你有制度是讲就跟咱讲就是无共款的人，我甲恁派到每一个国家去，还是讲你有你的想法，你会当选择到台湾？为什么你会来到台湾？我常常感觉是上帝选择，不是我选择。是上帝选择，不是你选择的。我以前我。知影台湾无唔对，因为阮係教會，嘛有普世嘅教會，然後我聽到這隻有需要，我是上帝肯定我嘅心，我記到這個代志，以後我感覺愛奉獻家己，是啊，上簡單。這是一個最簡單的，就是一直攏無改變，就是講上帝愛你奉獻嘛。你想要來請教到咱的張牧師，就是迄種就是馬偕伊來到台灣的時陣，伊親來到台灣，落尾呢其實有用這個醫療的方式嚟鬥相共的，等於講是到落尾了後開始這醫療傳教這個部分。其實咱台灣是咪除了有馬偕以外，喺南部還有一位叫做馬雅國。馬雅國伊本身就是醫生，英國人迄陣伊感覺講宣教上有功效的，就是醫療宣教，所以因頭一個就派這個有這個長老身份、有醫生身份的馬雅國來，這是南部長老教會會了解。北部馬偕伊本身唔是醫生，毋過伊有小可受一寡簡單的醫療訓練，佇傳道訓練的過程中間，伊發現講。伊伫國外迄個基本的做宣教師的訓練過程中間，有受一寡迄個醫療的基本訓練。伊發現講遐訓練吼，對於後來伫北台灣宣教有足大利益。所以後來有人寄付一筆錢來台灣，
望伊会当啊用这笔钱吼去病，伊随接受这笔钱，啊这笔钱就是去这个伫淡水教会边啊，吼，还迄种叫做嘉义馆，吼，啊嘉义馆后来搬来到台北诶中山北路诶一间就马街病院即个组织，啊就叫做迄个马街病院，诶历史因端是安尼来，所以南北两边诶教会差不多会使讲医疗传教是足重要的一个部分。对，讲到这医疗传教是一个真重要的部分吼，要来请教到咱的 Caris， 就是讲吼，你来到台湾宣教这个过程当中啊，你有遇到过什么款的困难吗？可能一定开始是语言的问题，语言的问题，因为完全无共款，我本身人是对 Wales 来，所以我讲 Wales 话加英语，来这是台湾话完全无共款，所以第一个系面对。实际上到即嘛，我就爱讲我唔捌字，我袂晓看中国字。伊袂晓看汉字啦，袂晓看汉字。对，所以这是最大的困难。来到这个所在啊，因为就是讲，其实你来这宣教是讲，因为台湾大部分的人的信仰吼，其实拢唔是基督教为主，大部分拢唔是基督教为主。当初是你来到台湾宣教时阵啊，面对这个就是族群啊，你有当过就是感觉讲，就是你感觉讲真歹去突破的这个问题无？我本身感觉台湾是最特别的。我有看到有个国家，不论什么是基督徒，唔是基督徒，有时有冲突的。不过我看台湾是，我哋当配合就好。我有做出的朋友唔是基督徒，伊嘛是真正做好的朋友。这些当个唔是基督徒，嘛是当配合就好。可能我拄啊讲较早的不论是对英国来还是加拿大来的，宣教士是无共款，因为迄个时阵伫遮无啥物教会。我来的是有足侪教会伫遮。我看是上帝叫我来是这点嘛无共款，因为我即马来遮是做陪伴遮个基督徒，也是会使讲简单讲是已经是就是妈妈甲囡仔的关系，即嘛是较像兄弟姊妹的关系，所以无共款。不过我的心唔系共款，是上帝互人感动，会叫人派出去别个国家。你当初是你对外国要来到台湾时阵，你伫进前的时阵，你伫教会啊，或者是讲你进前有学过什么款的专业无？这学这物件，对你伫咧宣教有什么款的帮助无？我对细汉是，嘛是上丢了教会，不过是 Wales 丢了教会。我家己去出去咯，去初礼拜，不过。迄时我去，因为老爸老母讲爱去，叫爱去啊，对啊。不过我差不多10岁，我家己决定要真正信耶稣。对迄个时阵，我奉献家己给上帝。开始差不多10单的中间，我伫Wales丢了教会的学习。我伫做一部分是青年的工作，一部分是做因的秘书。所以我来台湾是上特别是我哋丢了教会做迄时阵有需要，你讲英文秘书，不过我是 Wales， 所以我是来帮衬这个部分，所以我开始差不多拢是伫总会办公室的帮衬总干事还是博士的工作。其实咱随时中知影讲吼，其实真侪迄款外国宣教士来到台湾有真大影响。就像咱拄则讲到马雅国马街吼，伊踮咧台湾啊，成立一个医疗的一个单位，甚至学校等等。因一个人呢，初呢是迄个漂洋过海来到台湾这个所在，伫路头青疏，遇到真侪困难，又真侪故事。咱较听啊，小休困一下，继续来讲。
头拄则咱有讲到，亲像马偕该瑞丽，还有马雅国，即个对外国入来到台湾，即个宣教，即个宣教师呢，其实对咱台湾的历史文化，即几落百年来，其实有真深的影响，包含着即个医疗体制、去学校，甚至是台语，伊将即个罗马拼音建立一套即个白话字的即个文字系统，也将咱台湾真侪历史文化，包含迄当时的史类，拢透过即个书面的资料，完全甲记录落来。那既然来到咱台湾这块土地了后，因当然会想办法要来去宣告，甚至定居伫这个土地，要来请教到咱的 Caris 啊，就是你来到台湾宣告的时阵，你敢有当着讲，你哪会袂晓讲台语？啊，你袂晓讲台语，要安怎甲我宣告咧？我家来是袂晓，我是来遮学。伊来遮学的啦，来遮学的嘛。啊，所以当然啊，你来遮，你为什么要学台语？你嘛会当卖学台语啊？因为我本身是伫从小是台北，迄个时阵真少丢落教会会当用花旗初礼拜，所以我若要去初礼拜，我拢听无，所以我台湾会开要紧。不过选地古建，嘛是爱看宣教书是要去做啥物。比如讲，有个人去帮衬客家的教会，伊嘛会去学客教会。伊若要去关出边的教会，无论是阿美斯、台湾、本论，伊来去学因的话。所以第一个是爱看阮的宣教的服侍所在伫倒位。以后决定阮要学啥物古建。所以这主要咧讲一项代志，就是讲，虽然传统上这宣教师来差不多。绝大部分拢讲台语，不过过20世纪以后，咱看到因为政治的影响，开始长老教会有真侪开始华语礼拜走出来，有诶开始讲华语，你若假使讲有诶所在无需要台语，但需要华语的，比如讲玉山新人院，这是咧培养原住民的一个新人院，你遐讲台语无效啊，遐陆凯啦、台湾你都听无台语啊，你讲华语可能较我度。会当甲因讲迄个讲话啊，所以迄个时阵可能迄宣教师来，可能就是学华语。所以我感觉有两个因素吼，即个语言吼，到底你是要学台语，还是要学华语吼？这有两个因素，第一个是地理因素，因为你头来是马街是大淡水啊，迄河路庄啊，对，吼，你马雅国来是伫台南啊，迄嘛河路庄啊，所以因个听到讲台湾伫因的了解内面，绝大部分拢是讲河洛话所在啊，所以真自然，就变成伫长老教会讲台语是一个传统，第一个这个地理因素，第二个有迄政治因素啊，所以我咧想吼，迄个吴威廉牧师吼，就是马街后一任的迄个宣教师吼，伊伫伊的迄个写批等于伊的母国加拿大的母会时吼。有咧建议讲，因为伊对清国进入伫迄个日本统治的时嘛，所以伊有建议讲，伫我后壁来的宣教师最好爱学日语，这真明显就是一种政治会改变你学习的语言。相像我早咧讲个华语礼拜，二次世界大战后嘛是相像发生这款的问题啊，迄个华语运动啦、摆脱台语啦，迄个加减减拢有去影响到教会。所以。有一寡新的机构，像我头拄咧讲，玉山新人院来啥，迄若无一定爱讲台语的所在，宣教师来无一定爱学台语。不过长老教会照我看，迄台语性格抑阁是足深的。拄啊，就是 Caris 有讲到嘛，无共款的区县，吼，伊就爱使用这无共款的语言，也像咱台湾啊。比如讲台语的圣经，这是一定有的。敢有客语的，其实讲原住民语的圣经。有啊，有啊，这个客语圣经伫几啊年前已经翻出来啊，嘛用白话字，嘛是用白话字，客话白话字，教罗吼，教会罗马字吼，会当通，几个符号无共，因为客话音加台语一定有一寡无共嘛，有会互相会通哩。我伫中山医业大学的时，阮教客话就是用。迄个客话罗马字，就是用迄个系统，用迄个系统。照我所知，今日的成功大学，教客话嘛是用教会白话字，迄个客话白话字的系统。虽然后来国家有客话有用另外一个系统，不过
即几个所在，包括伫教会内面，包括城台，拢要利用教会的迄个客话标字的系统。啊，你若假使讲去到台湾，你就讲台湾话；你若讲去到无论，你就讲无论话。这是阮的信仰啊！伫什么所在，你就做什么所在的人。啊，你伫语言无认同伊，你根本无法度将上帝听传到迄个所在的人。比如讲，我是一个排湾，或是讲，比如讲我是本论的人，了我的语言啊，伊若是要读迄圣经，伊敢有就是讲困难，因为伊无法度，因为伊对伊语言掌握程度无好，等于讲伊无法度看一本就是伊的母语族群的迄个圣经，还是讲台语圣经，即马敢有碰到这款的问题？哦，这问题足大，迄包括，我想你会当体会啦。我完全体会哈。我就讲，经过差不多1945年战后，一直到差不多80年代以后，戒严，台语运动开始起来吼，等这到即阵，咱发现讲，互头前迄个破坏吼，破坏了伤过深。所以即马一学校成立大部分的台语系，是讲公司有即款的节目，拢是要抢救啦。要抢救这款现象，伫长老教会，像我咧读新人的时嘛，无咧修台语课啊。那修台语课，阮咧台语讲我足顺的，我哪去修台语课？要开台语课，就是台语用要巧的呀啦。即摆咧开台语课啊，就是很主事的状况，已经发现讲麻烦啦。你徛伫去你台顶哦，下骹一定听习惯听河洛话的人，听你的台语听袂惯势啊，所以就开始要训练台语啊。我想小啥问题会伫原住民中间发生。我都捌看过一个怀约翰，还是翻迄个原住民语的圣经的人吼，英国一个宣教师。伊安尼去玉山新人院，伊捌做过副院长，去玉山新人院讲道，离开玉山足久的，转去遐讲道，用迄个原住民的话讲出来，内面迄族的人，一个查某囡仔随吼出来。讲，我都已经拢袂晓讲，一个外国宣教师，我的母语讲甲遮顺，怀约翰，伊就是翻译迄个圣经的人啦。就是讲这母语的断层，其实伊是一个语言，变做讲语言这条件变做是一个，你要甲，不管是甲你的宗教，还是讲甲你的父母啊，甚至甲即个土地接近，其实变做是一个上界悬的。一个壁吼，一个关卡就对，就是讲永远是下袂过，下袂过了后，伊当然就是无法度寄托伊的情感伫顶头，这最要紧的。对，所以我想要顺续来请教 Caris 啊，就是讲你学台语开偌济时间，还是讲到哪你还佫伫咧学台语咧？英文在学。我到台湾的是因为机会，互我去上课。普通是宣教师，是对退了教会接来宣教师，会使读2年。这是每禮拜就凌晨差不多19點鐘一直讀書。我大伯講我真可笑，我讀是8個月爾，因為拄啊好，阮以前嘅宣教師被退休，所以講。迄年伊退休，伊叫我马上来开始。所以因叫我爱听，所以真正我读8個月爾，我开始學習。所以等於講，你其實迄時間真短了，就是隨便安尼就像。不過我感覺甲人之間接觸你的台語，應該會愈來愈流利，愈來愈練長啦。安尼你伫學台語的這個過程啊，你捌碰到較趣味啊，或者講你攏分袂啥會清楚的迄個經驗無？一定的，因為有時咱知啊，台灣話是有鼻音，對唔對？就是咧唱歌，對。所以有時嘛講唔對，這部。我記得我的老師嘛是，伊嘛做得別啲。我唔是遐尼好嘅學生，一擺咧出來甲我講，我是做飯堂嘅學生，我做下伊話看老師做下去。不過以後我去看飯堂，然後翻嚟英文是 rice bucket， 我是 rice bucket 嘅學生。不過伊做落嚟幫助我變出教學較好。我希望講
一定会讲唔对，唔是话呢，就是算讲什么是，想讲读圣经，耶稣的教死人啊，是教死人，教死人，对，教死人。哦，我还是讲往来，无往来是。有往来，无往来，他都往来。哦，你甲我无往来，无往来。啊，这差不多是咱台湾人较有法度分的声调吼。对因来讲有较淡薄啊，较爱用心的所在。啊，到今嘛有人查甫，我到今嘛听不清楚。啊，有时有人生囡仔，你甲伊问，啊，你是生啥查甫？我听不清楚，感觉唔知你生啥。呀，咱头拄则有讲到吼，为着要到无共款的族群迄个所在传教，所以伊必须要用因迄个所在的语言系统啊来甲伊翻译圣经啊来做一个宣教这个部分。呀，既然讲到这个拼音系统呢，在这个教会内面的这罗马拼音系统，其实事实上哦，真国际化，真侪外国人一看就会知哦。呀，讲到后一段就要来讲这个，咱小休困一下。Portia 法官，伫遐迄个生理人的目，一根是你的，法庭承认。这本是翻译做台语的 Shakespeare， 光明正大的裁判官。另外一本是翻译做台语的圣经。既然恁甲基督结连有得到激励，既然恁对伊的疼有得到安慰。开始读罗马字是伫个差不多国小1年开始读，1年到6年的中间，虽然是有够读到圣经啊，但是讲起来实在是无流了，读袂流了。伊个拼音的是有问题，因为有时拢会拼袂出来，所以这是足困扰的所在。咱拢知影，台语有8声调，真复杂，所以外国人要学台语，拢爱先学罗马拼音。毋过，咱台湾人家己敢看有罗马拼音咧？老八分都八分吗？去阿五跳掐分。一般来讲，大家看到 ABC 拢会抓准是英文字。毋过严格来讲 ，ABC 正确的讲法应该是罗马字母，就好亲像1、2、3是阿拉伯数字同款。因为各国的话语大部分拢会当用这款罗马字母来书写，所以罗马拼音会当讲是目前全世界上界实用的学习方式。对外国人来讲，学台语嘛是真方便。马博套湖菜草粿汤阿平汤丸。学会晓讲台语，对一寡来到台湾的外国人来讲，是会当上紧、上真正了解台湾的办法。If she can, I think I can too. 既然要学台语、了解台语，咱一定爱讲到这台语的罗马拼音。在这趴呢，咱欢迎一位教台语非常有经验，而且够胆呢为台语一直咧拍拼推广的陈金泉老师，欢迎老师。大家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老师，听讲你学生是教真济对吧？啊，你嘛做阮迄个台语新闻的顾问。逐工拢爱互你订，阮报新闻，逐工拢爱互你订，也不离个啦。听讲今仔有一个字卡吼，要甲我考。唔敢甲你考，你已经足优秀的啊！哈，无啦，咱做伙来考观众朋友好啊啦，吼，因为毕竟咱的 VCR 嘛有看到，咱有去路边去访问遐的人吼，咱观众朋友做伙来看讲，老师写的吼，就是这拼音吼，顶头是用啥物吼？来，这是萝卜饭，哦，这是叉饭，哇，这伊是叉啦，伊是迄个 TSH， 迄是即马教育部用的系统，哦，教育部即马用的系统啦 ，TSH 的啦，白菜肉，对，葱仔饼。
长饼，长阿饼对，对长阿饼对，了这个是臭豆腐，吼，这臭豆腐。臭豆腐。伊使用这是迄个教育部这个评系统。也既然讲吼，这个教育部通用就是讲政府去制定的一个评系统啦，我相信这一定嘛是对这原地这款就是教会罗马字就是迄个拼音系统来的，这其中伊所有对应的，吼有几啊对应的这个差别的。其实拢是差不多共款，是甲人改一个，甲人调整一个，感觉讲有甲人调整过安尼吼，安尼伊才欢喜啦吼。比如讲母音，就是像吱吱。就是吱吱啊，因为吱是因为迄阵电脑拍这个问题，因为是乌是有一点，啊，所以就甲改做乌乌，对，啊，这个哇，就甲改做这个用迄个啵啵啵，迄个用乌啊，用甲改做乌啊哇哈，这喂嘛是共款，啊这英啊个歪。就是拢甲这个甲改做乌啦，就是这个尔。啊，其实严格上来讲，其实改一字，甲人调整过一字，这个乌吼一字尔。佮另外一个就是注音，就这两字尔。注音这是知甲吃，啊这知，咱的迄个白话字就是写 ch， 啊，爱就甲改做 ts， 啊，讲换做 ts， 啊 chh 就讲换做 tsh， 啊，这基本上嘛是讲的嘛是都敢若换一个安尼尔嘛，吼，换一个感觉爽欢喜安了着，这个是迄个拼音的记号，哈，当然伫迄个啊母音的顶，这拼音的顶端，伊咱的罗马字是安尼写，啊，伊迄个啊。大落就是用安尼处理，吼，甲掠做变去安尼吼。啊，佮补拄则咧讲到迄个陀螺把含即个即摆大落的前身即个陀螺把，伊无共款，就是陀螺把迄阵拢抑佫无即种符合无法度人拍，所以拢用后壁拢用数字，拢用用迄个对，用这种35、7、8这个数字来飘伊的音伊的声调。像我学台语的时阵，我就经历过这三个拼音方式，这个就是当然是教了，其中一个是托鲁巴，好，托鲁巴就是这个头前啊，对，啊，所以即摆佫一个教育部的版本啦，吼，所以等于讲我学台语到即摆就是有经过这三个系统的这个版本。啊，既然讲到这个罗马拼音哦，这个罗马，我想要请教咱的张牧师，就讲，为什么用罗马这两字？咱若去机场吼，咱拢会看到两种通用的符号啦。一种通用的符号是阿拉伯数字，你机场拢一定发现这款迄个。另外一个就是罗马拼音，不管对一个国际机场拢是安尼。所谓的罗马拼音就是用罗马字的26个字母，台语是用17个字母呢，去拼无共国家的国家语言。拼做法语，法语将这拼做法语，迄就变做法语的字母；拼做英语就变做英语的字母；拼做这个德语就变做德语的字母。足侪这国家拢是对迄个罗马字来，开始用迄去写因迄个地方，后来将做国家因的字，所以你现在呢？聊啊，你若知影罗马字，你大概拢又会出迄音，读会出迄音啦。所以真简单讲，你若用 ABC 一直到 SYG 啦，用这款物件去拼音拼一个国家的语言，迄拢叫做罗马拼音。所以你像中国有罗马字无？有啊，迄个汉语拼音啊，汉语拼音啊。汉语拼音你对看会到，马术顶6个拢嘛汉语拼音。拢嘛头好像拢嘛 SYG 的，迄落几个拢嘛是迄个，嘛是用罗马字，因真心说个，因伫顶世纪的70年代是禁罗马字的人，参正经话规个拢无收起啊，讲到这样有影笑到兴。因为安尼老师，我要想要甲你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讲，迄阵啊，亲像马街伊来到淡水这个所在，伊就是要宣教吼。来到这个所在啊，伊等于讲伊袂晓华语，伊台语嘛一定是深开始袂晓。伊是安怎进入到，就是讲落尾有产生一个敢若教会系统的这个罗马字。马街学台语的系统，大家会较注意就是。
伊起头学台语拢是用听甲讲。啊，伊起头咧学吼，当然有请老师甲教。毋过伊足侪语言是甲遐国语的囡仔学的。国语的囡仔，就囡仔，啊，就遐囡仔伫遐耍哦，啊，伫遐摕迄新的物件咧摇伊挂，我感觉趣味来，我就咧甲讲啊，这是啥物？这是啥？马街上记到啥呢？马街学甲吼，迄速度偌紧呢？马街学5个月。像我大概读过资料内面，马街学上紧。伊学5个月就会当用台语讲到啊。伊学5个月爱讲一篇道理，讲我着怎样做才会当得到救。啊，这表示讲伊足认真的。啊，逐日对壁，讲我是人，你是人，咱大家拢是人，安尼画到边啊吼，隔壁人就是迄个记者，就是伊记者。你通知影讲，你看伊安尼吼。宜兰啦，吼迄个安尼世界宣教、旅行宣教，迄款性格，你听讲，伊咧学一样物件，迄是有够拍拼。迄拍拼到一个程度，马甲后来佫编一本字典呢，台语字典呢，罗马字字典，我厝有啊，哦，这是足无简单的啦。伊安尼，伊迄个时阵，伊是安怎将伊，就是等于讲，家记录落来，然后转变到就亲像敢若是文字化安尼咧。对，伊拢有习惯记录，有记录，记录了，伊有到底有听一个，伊毋捌听过，就甲记用，迄个标字安尼甲记落来，哦，记落来了，伊个学生囡仔就讲，老师迄个吼，因拢会去甲老师抄啦，哦，去甲抄讲，老师这现在学一寡新的物件嘛，尾啊，遐学生讲，无规去甲印出来啦，怎中西字典，伫个上海印的，怎印出来？安尼，迄个时阵，伊为虾米无想要学汉字咧？困难。这我汉字足困难啦，咱台湾咧有一句讲，汉字读甲慢吼，喙手会拍结啦。迄吼，我常常讲这样代志啊。你唔通想讲有迄个波波摸摸以后的代志，迄是中华民国以后的代志，叫波波摸摸呢。对。较早拢中文叫做反切呢，啥叫反切？哦，东边的东，这德宏切，什么意思？公文内面迄款。东德道，我道德德，红的红色的红，就是东，德的声母加上红的韵母，你讲德宏怎读？德宏，咚，安尼出来，切是安怎读？逐字都爱安尼拼出来呢。迄阵无波波摸，你若有波波摸，其实加足好读的。哦，你若讲有即摆汉语拼音嘛加足好读，但是迄个时阵无。是安怎99%的人拢无读册，困难了。对。太困难了。唔是遐尼简单。唔是遐尼简单。宣教书用这，哦，你讲报就是 P 嘛，报就 PH 嘛，送开无送开，就解决啦。哦，破安芳就偏了做胖就后壁一个昂 ANG 就解决啦。哦，你搁在啥物切那个切来切去，切到都唔知对对。哦，所以特别这罗马字出来了吼。我伫厦门吼，甲南洋对南洋开始啦，吼，来传到厦门，厦门传来到台湾，厦门迄边的状况，我是看到文献讲，厦门差不多邮差也会晓标字，是安怎呢？因为足侪人用标字写批，写路名，所以邮差也会晓读啊，你要读你无法度送批啊。台湾吼，我感觉特别有意义。就是想讲，我阿妈辈，我阿妈可能搁较头前的人，因遐根本拢无读过字的人，会晓读标字，我著写批互囝，我著表达物件，我著读圣经，我著吟圣诗，哦，标字对因来讲，迄是开因的目睭啦。教育广播顶头，搁有一寡现代文明的物件，迄个学识吼，迄个见识对目睭入，规个人怎？迄个了解吼，进入现代化。我感觉这对唔是语文尔，对整个人的改变，影响非常非常大。这是标的字，就是用一般人咱嘴里讲出来话咧写，唔是中国人咧来知乎者也迄款咧。你讲话哪会去知乎者也？就是一般人嘴讲出来物件，你就照安尼甲记来。所以巴克咧1885年的时。伊就第一篇文章，你讲我要将标的字来印册，互恁读，互恁唔免讲毋捌字，无圣经通看，你
自然你安尼好出来，你就会晓读圣经，哦，啊，你就真自然，你就安尼听到啊，上帝知影上帝旨意，啊，要安怎行，无一定就要有宣教师伫你的边啊，无一定就要有牧师伫你的边啊，你家己读，好迄个白白字会印出来，你就读得出来。啊，这是1885年7月，迄期的教育公布，就安尼写，嘿，互恁家己就有法度读。我咧古小的时，伫迄个教会内底罪恶拢一定有加台语，啊，就是用罗马字，就拢加罗马字。啊，去休出来时，拢总有学贵学校，啊，贵学校最主要嘛是咧加白话字，啊，所以大家拢真好读，是到尾迄个受限制、受禁止，哦，所以都无个用安尼。这本就是红受禁止的圣经啊，安徽圣经的1975年，迄个政府没收的圣经啊。这种样子就是，啊，这本是我去甲迄个翻译的人，我偷偷甲买一本来，我留来做我传家宝。即摆恁伫外口拢看无这本啊，啊，这本都无伫教会流传，因为都叫政府没收，到即阵嘛拢无兴教会。啊，伊去用收的原因是因为是红色册皮还是啥物？拢有哦。第一是罗马字，伊怀疑你用罗马字做密码来通共匪。哦，这款人做有想象力的。啊，第二个用红的，啊，叫我最爱用红色，你是毋是有咧通？哦，我讲这款人啊，实在有影。所以其实伊嘛是。去用历史当中去用误会一本册啦，对咯。这阵一直咧讲，就是咧讲一本啦，安培圣经就是一本。人普通拢叫安培圣经，安培本啦。安尼我顺说要来请教陈老师吼，老师你教台语吼，遐尼侪年，教学生会当讲是就是无数吼，也就是讲像学生伫学这个拼音的时阵，伊遇到上界大的困难通常是啥物？我感觉无啥物特别的困难，只要你若有甲规律，规律甲教好势，爱有心，应该是真简单。即摆的教法含阮以前细汉的时伫教会内底，迄拢安尼硬推安硬读出来是无共款。即摆有教学，咱伫咧读册时，咱拢知影这物件爱安怎教，吼，拢已经真好势的教法。所以学生若学一期有诶2期，甚至去考试拢考过，考到真好的成绩，吼，安尼，所以无问题。绝对无问题。所以其实迄拼音是对于学台语来讲是会当讲是一个最重要一个，上界重要就是入门的一个条件对啊啦。所以你用汉字足歹读出来，所以汉字你是安怎读？对。所以说伫校咧教，不管是迄个细汉的吼，迄个初迄个低年级的安尼一直起来吼，拢嘛是一定对这开始教。啊，甲大人是社区大学啊，迄个。拢总共款，伊原是一定爱教这个入门。即个若教好势时，伊就会当安尼要进入大较好，较紧啦。啊，若无是伫遐发音讲袂好，讲袂清楚，发音袂准，合顿音袂掠，教无好势，吼，落音无，吼，对这种拢袂使。既然这台湾这个长老教会其实伊使用台语伫做礼拜，包含内面的人拢是使用台语做沟通。那相关啊，一定有真侪迄款文献，也是讲因出版的这出版品吼，其实记录落来啊。也会当请张牧师甲咱简单介绍，讲就是几个较经典，就是较重要的迄款，就是出版品嘛。出版品我大概安尼甲算算咯，差不多要成千份，甚至已经超过1000份。就是讲教育公布一期若算做1份，哦啊，这个高雄的这个教会新报甲有那是甲算做在内，啊台中福音报算在内，北部挂彩纸挂彩纸报啊算在内。啊，甲台湾宣道社，家己台湾宣道社出版的2个杂志，拢甲算在内。啊，包括甲一寡单行本，迄单行本包括台湾的头一本医学教科书，吼，迄个内外科看护学，吼，啊头一本医疗史，南部教会医疗传道史，吼，啊头一本迄个台湾用台语写的莎士比亚陈清忠翻译的，吼，啊。这单行本安尼甲算算，甲遐期间算算，咱差不多千通本有。也少咧。这个出版品啊，其实伊是对年久足进前，一直到今嘛，还佫有伫咧出版。当然啊，对迄段时间到今嘛，老师你认为讲，
这个迄个罗马字记录起来，伊伫咧咱的基建来讲历史当中有什么款意义？譬如讲1885年，开始发行台湾教育公报，你若读第一篇文章，规个拢白话，啊，你甲想讲中国开始咧推动白话文，当时是1919年，民国8年，台湾咧推崇白话文，比中国推崇白话文、白话文运动是加足早呢。啊，我是讲学识啦，哈。学识啊，胡适啊，胡适民国8年，1919年才咧杀白话文运动。咱1885年都用白话文啊。早避开头家。早避开头前，这是头一项。第二，对历史的观点，我感觉意义是足深的。因为较早白话字是要互这唔捌字的人看，啊，伊安尼炒像我安尼几下就互音互会出来吼，啊，就会当读一篇文章啊。这会影响到足济低阶层的人。啊，咱知影历史吼，常常是顶阶层的人咧写，捌字的啦，啊，统治者啦，啊，统治者甲捌字者吼，其实因咧写历史的时候，因常常拢会暗藏寡物件，啊，是讲甚至会去改一寡物件。啊，因咧了解常常甲一般人的了解无拄相像。比如讲上简单的啦，你讲台湾民主国时，啊，东景祥，啊是讲迄个屈宏嘉，啊，也是讲这个这个台南这什么人，刘永福，这三个人是好人啊，歹人。官方哦，官方嘛讲我好人，吼，因为因心怀祖国嘛，啊，等于祖国嘛。不过吼，屈宏嘉人献20万两的银吼，伊赶来做会走，伊兵啊，甲等到台湾。这若徛伫台湾人民的角度来看，我看到教育公报是规拢咧骂，啊，迄是咧反映地方人民的声音。啊，这对历史来讲吼，真要紧。因为遐袂当发声的人，通过迄阵牧师啦啥啦，通过这文字，将迄阵真实的人民的心声表现出来。啊，我感觉差不多。还佫真济啦吼，差不多台湾的近代文明，足济拢差不多通过白话字进入台湾。吼，上早的女权的记录啦吼，啊上早男女平等啦吼，啊上早迄个现代科技的报道啦，上早人文知识的报道，拢是对白话字入来。啊，所以我头拄仔讲咧，建设对目睭入，互读的人头壳开，较早。较紧别人进入现代社会。对。啊，事实上啊，这个白话字伊的这文献记录落来，不管是偌早以前，事实上伊也是保留着迄个时阵伊的社会的迄个文化背景，甚至是迄当时的人所使用的这个语言的词类，拢甲伊用拼音的方式甲伊记录落来。所以呢，咱真侪观众朋友啊，其实事实上，恁若阵去外口踅老街的时阵，不是呢打头甲伊看看，真侪人吼，迄个特别是好野人道吼，因兜的迄个大富豪的迄个门牌外口呢，就是用迄个暗文图吼去写迄个拼音，详细甲念出来，迄甚至是。台语哦，吼，也讲到这个教会对这台语，也个对咱台湾有偌深的影响呢。咱先休困一下，卡等下继续来讲。伫头拄只张牧师其实有讲到吼，讲伫咧教会公报内面有真侪内容，拢是描写着迄个时代一块情景，包含着伫咧社会内面无共阶层的人，有无共款的需求。想要来请教老师啊，你拄只有讲到吼，即女权意识，包含男女平等吼，是踮咧迄个时阵写伫迄个内面，咁是算是讲走到足头前、足先进的一种思想甲概念咧。我读一段互大家听啦吼，这伫1886年，这19世纪尾啊吼，的一段文字啦吼，这段文字是迄阵中英女中要设立，1887要设立，前一年1886先刊一篇文章伫教育公报顶头，这等于用即摆的话来讲，就是招生简章啦吼，招生简章内面伊有写7点。你爱注意啥？几岁才会当来读啦？大家恁什么物件啦？食饭钱偌济啦？什么？
写到第7点，啊，请大家注意听，我读给大家听。所要来读的囡仔，要紧唔通有白卡，那已经白了的，大声就甲伊透。这透棒的。超棒运动。这透棒运动呢，这较早的人是感觉讲，我若是白卡，哦，迄郑良伟教授甲我讲，因阿嬷甲讲，我是牛呢，我唔是犅呢，唔是查某犅仔呢，谁是牛？我有白卡呢。去哦，白卡这款观念，白卡对伊头壳去。啊，规个人怎白掉咧？你伤骹白掉，要安怎去运动？要安怎跳绳？要安怎去行路散步？拢总无法度啊！一个人都等于都变做废人啊！总是唔那是白伊的身躯尔，啊白伊的心灵。啊，所以哦，伫台湾人中间，常常哦，拢有迄款的感觉。查甫较要紧，查某囡仔无要紧。查某若较会读册，啊查甫还蛮读册，嘛爱栽培查甫的。查某囡仔读到小学就好，后日要嫁人，来去做女工，啊趁钱互小弟读册。较早个认为这拢自然。佫有一篇文章吼，伊安尼讲吼，这是1926年，这比吕秀莲女权运动早要几啊10年。吼，这一个叫做丹庆居吼，伊的题目就足趣味啊，男女对顶论。对顶论，两边拢对顶，变相共吼。1926年呢，咱讲吕秀莲咧伫遐杀女权运动，迄差不多6、7、0年代以后的代志，啊用汉语咧讲，白话字，我头下讲1926年，就开始咧讲这个物件，啊所以这是还是真非常先进，非常先进的物件。啊我足爱讲吼，这款物件伫早期的社会吼，这真正是讲一个大震动人的心的代志。对。然后讲，有影吼，啊那我家己束缚我家己，啊是安怎做一个女性都爱遮尔悲哀。哦，迄开人的心胸，啊这影响会真大。啊甚至教育公布，毋那是对妇女的议题啦吼，啊对现代医疗啦吼，讲。你唔通黑白，因为一寡草药啊，拢黑白讲讲这个医生，啊，就甲伊讲这个鸟鼠病就爱安怎治疗什么哦，迄款的见识入来了后，伊自然一寡人就足想要做医生。我后来我才知影这样事，有一篇博士论文咯，咧去研究这样代志。讲现在顶到教会的人数吼，都全台湾1%尔吼。伫伊咧统计的时阵，做医生的人2%。2%是顶到教会的人的家庭出来读医的，是有这个博士论文。啊，讲伊想来讲，顶到教会人无可能 IQ 比别人较悬啊，是安啊。甲这篇小相，因为较先进的物件，较早讲，伫教会公布真早就咧讲这现代医疗啥，因的家庭接受到，甚至我发现这样事，马街伫迄个总统府医学校。即摆台医院要出来了，在地人无人要读呢。大家是要创啥？做医生都去贴中药就好啊，什么迄那就去读遐济呢？马街一间教会过一间教会去鼓励因讲，一项好，恁读这吼改变恁厝的经济。第二，恁会帮助教会。吼，啊个这个迄落，真正会提升恁的社会地位。这款处境，这款的环境，包括南北，啊，搁早期台湾足济传教士，迄拢是医疗传教士。迄环境之下，真自然就迄篇论文的题目就出来嘛。是安怎是2%？即摆当然可能无遐济，但是相对我咧想，要搁算起来，抑搁是相对搁较济，比例也是较悬。啊，这吼，我厝边隔壁遐都有一个教会叫做。早期因为去接触了教会，后来做汉地医对宣教师迄个，日本时代做汉地医，安尼到伊的孙啊，拢要做医生，4代拢医生，我拄几个家族4代拢医生，啊，怎一代一直落来，啊，迄个时阵咧读个课本，就是来外口看落学啊，哦，就是这个物件，安尼起来。我感觉真新鲜，看起来敢若是讲安尼白话字无啥，毋过通过迄
我后壁是一个足广阔的世界。嗯，伊真正是开迄个心眼啦，迄心眼开啊，迄个吼接受到迄个新的物件。拄啊，张老师讲到迄个吼，就是说咱以前伫教会内底，其实咱真正感觉教会来的人，会明显吼感觉讲，拢较有受教育的。吼，毋啦阿嬷嘛有受真好的吼，年龄大嘛，抑阁有受教，迄就是安尼啊。啊无以前若较早的是，迄查某人哪有，莫讲查某人，查某人都无几个有受活动去受教，何况是查某的。但是咱台湾的较早有真侪真优秀。真迄家庭真上出来，应该都是拢女学迄个时阵。女学1886年就讲这个上早期遐吼，不管是南部的女学甲北部的女学，拢总是遮拢培养出真侪真优秀的女性的迄个真好的人才。我其实吼嘛读这资料，真心实哦，即去读中女的人吼，那休困等去厝里吼，厝边隔壁遐查某囡仔伴。白骹遐查某囡仔伴，拢用虔诚的目神咧看伊的骹，那真好，自由的自由对，对。啊，伫迄个时阵，无想到整个社会气氛是感觉白骹较赞。你知影白骹除了讲限制女性的活动领域，有人研究讲，抑个有啥物意思伫内面啊？查甫人看白骹的查某人咧行路，尻川会叫者。伊的目睭较通欣赏啦，迄徛伫查甫的性欲的立场咧看迄款代志。我实在讲，这个社会即马真正无法度想啦。啊，伫迄个时阵已经1886年度报纸就看出来，啊用一般人真简单，像我5工就会安尼一字吼，阿姨阿母安尼吼，安尼好出来，哦，唔通白骹。你若要读女学，你较白了的，你就透去，解放。当然啊，这学会晓看字，这是学习知识的头一步，所以伊开伊的心目睭吼，伊的心甲伊的目睭，这自信入去了后，伊自然伊的想法会改变。我们来请教到金泉老师啊，像老师你教台语遮尔久长的时间，也当然啊，真侪人就是学习到这个白话字了后啊，有啥物款的迄款就是作品，也就是讲文章，会当过来精进伊的迄个白话字咧。其实有足侪，比如讲小说，咱的白话字小说嘛是，像这都真有名啊，这个可爱修人啊，这拢真有名啊，这是伫迄个1960年都有啊，啊，拄这个较早嘛佫有啦，啊，有诶真多，即摆甚至伫迄个这资料拢留落来，啊，公报社嘛已经家这拢佫订拍字订转印，所以有一本书足侪。大家若有对这个台语文的学习白话字有，其实伫总会迄个册网内底都会当找到真好的迄个这个资料资源。对，因为老师其实我有一本册，想要请老师特别介绍的，就是甘伟仁的迄个台语字典。这本其实这本册到即马我逐工伫咧做台语新闻工课，我逐工还佫特别使用。我早迄本吼，较早出来是拢字拢已经较无好用。即摆这本是定个拍字定个排版过，所以即摆这本是真好看、真好用、真好查的嘿。是。啊，而且这本即马就是因为所有的人的拍拼吼，已经有转做迄个线顶版本啦，所以就是不管是要用汉字去查拼音，还是用拼音查汉字，甚至查每一个字的迄个解说时阵吼，其实会当就是透过这线顶这个词典来运用啦。这个传教士因是漂洋大海来传教，亲自在地是头一招。本土语言就要学福头，传出福音真正高。来到台湾就要学台语，定根台湾互相扶持。佮用罗马拼音记录台语，伫几落百年了后的咱，拢会当清楚看见。这是正人的拍拼，也保留着迄当时的文化思维，甚至是社会民族的记忆。我是嘉豪，后礼拜同一时间邀请观众朋友继续收看《这是台湾款》，咱再会。谢谢老师，咱们。